先一开始来关心检调侦办民进党东港强谍案，检方伫昨昏依照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起诉前外交部长吴钊燮的前秘书何仁杰等4个人，其中呢资深的东港黄楚莹涉犯4罪，求刑，互检方求刑30年6个月上届重。4个人一审了后，拢互法院裁定延长收押禁见。在啊，真济个民进党前党工涉及强调风波，经过检方3个月过清办彻查证件，依照涉犯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罪嫌，起诉总统府前书记吴尚虎、吴钊燮做外交部长时期的前助理何仁杰、民进党民主学院前副主任曲世元，甲资深党工黄楚莹，4人拢被具体求处当刑，分别具体求处有期徒刑5年至18年6月以上之重刑。并申请法院没收黄姓、邱姓被告犯罪所得，合计828万余元。北检调查起，中国做生理黄楚莹上头先被吸收，由曲世元加入，被审头25多年，分别收超过607万甲221万，提中共试探证据。照党内吴尚虎甲何仁杰收集赖总统伫副总统任内足够访问行程甲外交等重要机密资讯，用特定的通讯 App 泄露互对方情感情缘。毋过，干内吴尚虎甲曲世元真侪检方批评黄楚莹甲何仁杰毋但好情还刑，佫真侪摆讲白惨，是要误导侦办方向。类似这种人工间谍，它相较于网络间谍危害也更为重大，因为它是有点线因为突破，所以在法体系还有这个反情报的手段，还有就是未来这个任用机密人员的稽核都需要强化。4人起诉了移送台北地院审理，因为是个案案件无公开审理，法官认为有逃亡、掩埋、交传共犯加证人的疑虑，随着暗时裁定延长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